每年都有數以千計嘅重要國際展覽、大型會議、研討會喺香港舉行，可以見到 MICE 係極具發展潛質。以前喺 Ivy 讀書嘅時候，老師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行業嘅經驗，知道 MICE 係一個好有挑戰性嘅行業，可以喺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呢度實習，體驗到點樣去籌辦世界級嘅活動展覽。喺畢業之後，我仲成為咗公司嘅正式員工，因為對行業多咗了解，發現好多地方其實都可以學以致用，亦都幫助到我依家為嚟自世界各地嘅客人安排國際級嘅會議同埋展覽。一直以嚟 ，Ivy 幫酒店旅遊業培育唔少嘅人才。過去自己讀 Ivy 嘅時候，可以學到全面嘅專業知識同埋實務技能，更可以了解到酒店裏邊嘅運作。香港酒店業嘅優質服務水平係國際市場上備受肯定嘅。我哋需要受過專業訓練嘅人才加入，令我哋呢個行業持續發展。所以我哋酒店同埋 Ivy 緊密合作，提供多元化嘅實習機會俾同學。我覺得 Ivy 嘅畢業生有好嘅行業知識，處事務實，態度認真。我哋好歡迎佢哋加入我哋嘅團隊。喺 Ivy 讀書，理論實踐並重。我有機會去到主題公園實習，得到寶貴嘅工作經驗，之後仲拎到獎學金，對我嚟講係好大嘅鼓勵。而家我加入咗海洋公園，喺唔同部門參與管理工作，打好事業基礎。我對活動策劃好有興趣，所以我揀咗 Ivy 嘅康體文娛管理課程。透過實習，體驗到點樣去策劃大型活動，更加投入去了解行業嘅發展趨勢。修讀完學位課程之後，我依家係一間專業管理公司做會所嘅管理工作，帶領住團隊提供最優質嘅服務。